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上主的仆人啊，恁着称赞，称赞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请撒开金诗俄罗上帝，信息第二首，信哉信哉信哉，请大家起立来敬传首。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现在，全人全地，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掌理天地甲海的大主宰。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伫教会实体，搁伫网络的线顶，三甲向你敬拜。阮要大声金诗，出声来感谢主上帝大恩。学罗你的慈悲，你的尊荣，直到万世代。主啊，感谢你带领保守阮这礼拜会当平安度过。阮要你来认罪悔改，透过主耶稣的保护，恳求你赦免阮拢总的歹，洗清阮的心，帮助阮过圣洁的生活。阮恳求你差遣信心，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了解你的启示，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阮的心，让阮感受你火热的慈爱。求你施阮祝福，互阮体验心神和谐。求你来差遣阮出去，宣扬你的仁爱。阮嘛要将台湾新冠肺炎的疫情的状况，搁一摆交托伫主上帝你的手。因为防疫政策改变，要甲病毒共存，所以阮必须要经过这段艰苦的时间。求主怜悯看顾，带领头前的路程，互较种得到病痛的兄弟会当得到好的医疗，照你的时间来恢复。伫主的帮助内面有平安的心。阮也恳求祝福阮的社会会当充满真实的平安，
无过头的行行，互全国的百姓会当合一，来共同面对即个困境。即时，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课拄着挫折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因，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勇气，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境。毋望今日的礼拜有你来带领，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三个来交读启示文第50篇，我来客兄弟来引。至关上主的神灵教我，找我集团好消息，互善洽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逃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拢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第18节。第10节，最后我看恁着甲主结连，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着亲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即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权力者、掌权者伫交战，所以就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装备家己，通伫社会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定地，所以就徛在用真理做大厦，用正义做护行架称，用准备好势和平的福音做话称，就不时用信心做盾牌，通拍化邪恶者射来火的箭，就用拯救做头盔，用信心做剑，就是上帝的话，就靠信心专心祈祷，常常祈求，就不是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请大家来吟诗信诗178首，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请大家坐恁专手。在我真心感受。
讲的题目是真理属灵的军装第2讲。听这位平安。伫顶礼拜，咱就讲起，咱受呼召，咱是要成做一个刚强的人。当然，咱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一方面。其实，伫咱的生命内面是有2方面，一方面是软弱，咱的骨性软弱，伫罪恶、伫软弱中间。所以，这是咱常常体会。搁伫咱现在生活的社会环境内面，咱压力真大，咱的本性嘛有真大的软弱，所以咱会感觉讲啊，主啊，我是非常软弱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咱是一个顶头生的人，咱有领受一个新的活命，这个活命有上帝的性情，这个活命内面嘛有能力的一个潜能，因为圣神住伫咱的内面，所以咱常常伫这个软弱以及刚强中间伫这个所在交替来这个生活。圣经内面讲到咱是软弱，保罗嘛讲到伊软弱，但是咱看到伊的生命确实家己遐尼刚强，伊嘛是常常伫这个软弱交替中间来替换。伊讲我软弱，什么人软弱，我无软弱呢？但是我什么时阵软弱，我靠主，我就什么时阵刚强。伊夸靠家己的软弱，然后互主耶稣基督的气力、刚强，伫伊的生活中间来显明出来。姊妹，所以咱常常嘛会感觉讲啊，上帝我有软弱，无数嘛是安尼祈祷。但是呢，咱是带着软弱的本性，继续向前。伫向前中间，主徛伫咱的身躯边，甲咱相同做伙，成做咱的气力。这也是咱伫软弱中间。搁较会当来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刚强，怎样显明伫咱的身上。所以咱袂讲啊，我软弱，我就无爱进前；我无软弱，我就软弱，我就无爱征战；我就软弱，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乃是我虽然软弱，但是主你是刚强。我靠你的大力，我会当成做一个刚强的人。主耶稣基督呼召咱。来经历伊的能力，成做刚强的人。咱三甲来祈祷，主啊，搁一遍来到你面前，我嘛要承认阮的软弱。主，你会知影阮的本性的软弱，但是主，我嘛要伫你面前，照圣经内面所讲，要靠着主，我靠你的大力，成做一个刚强的人，帮助阮勇敢向前，毋是靠着阮家己的高，阮的能力，阮的气力。乃是伫软弱中间，搁当经历，亲像保罗你所讲的，当阮看靠家己的软弱，主你的气力伫阮身上显明出来。什么时阵阮软弱，什么时阵阮靠主刚强，毋是靠着阮家己，乃是靠主耶稣基督。所以，阮一个心智有一个志向，就亲像主耶稣基督，你呼召阮的，成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也相信，靠着你。阮会当过即种的生活，听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呢，咱要来继续来讲起这个主题来第2讲，就称上帝赏赐予咱全副的一个军装。伫现今全世界差不多有196、97个国家，所以差不多全世界的人拢伫即个国家的内面，但是对着属灵的角度来讲，世上只有2个国度，一个就是上帝疼囝的国度，一个就是黑暗的国度。那伫现今196几个国家，过去到伫现在的历史，这国家常常变迁来变迁去，安尼。属于一寡政治体。属于一寡国家，属于一寡城邦，但是对着圣经来讲，全世界的人其实分属2个国度。一个国度就是谈到所讲的上帝疼囝的国度，以及黑暗国度。所以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讲到，伊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这个所在讲到咱，上帝将咱刷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国度。然后是对黑暗的权势牵涉到迄个所在，所以咱是受过去伫迄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中间，现在咱受拯救，进入到上帝疼的囝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内面。如果你已经信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做上帝的儿女，安尼，你就是属伫主耶稣基督国度；若无，你就是属伫黑暗权势国度。这中间无一个中立地带。讲无哇，这两边国度我拢无爱选，是中立吼。像即马苏联、苏俄甲乌克兰战争共款，一个人都徛伫我是中立地带吼，没有选边站。那么这边就是迄边，无论是怎样欢喜，怎样有真大利益的牵涉，到尾你嘛是爱选择，我要选择一个国度。当你安尼选择的时阵，你可能得到一寡，失去一寡，但是你必须要选择，袂使两边逢源。这两个国度，就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如果你若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你有捌听过，可能你有这种的经验。你过去若拜什么大家拢无要来管。可能对台湾头拜到台湾尾，什么庙都拜，可能什么宗教都信，什么师傅都对。不管这个宗教呢，到底有偌真正奇怪安尼，玄秘的。你感觉讲这信这种的，但是无人会甲你管，这宗教自由。那过去我去捌住伫恒春，住伫恒春的时阵呢，有一段时间就看见迄个田内面吼，拢有一寡只偶像。为什么偶像呢？迄阵就咧流行六合彩。你也知影讲，你拜这个偶像，看伊会发明白的。结果若无予伊的时阵，哇，这因拢有一寡神明等伫遐安尼。哇，逐日求明白，你予我阁无对，了真侪钱。有一个所在，过去是一个工厂，真大片的所在，已经废弃安尼吼。我著走11、2点时阵，看一群人伫迄个一趴蜡烛伫遐吼，咧晕叫安尼吼。哇，到底是啥物？后来才知影讲，著半暝一群人围伫遐，咧求明白咱来看讲，伫遐跪明白。内底伫着明白，拜什么嘛无要紧啊。虽然咱嘛看讲，拜这些是安尼。哭拜，要带你拜啥？毋知你拜啥，就求明白就好。不管这邪啊正的安尼。但是嘛，无人会甲你讲，你拜这毋对，还是怎样？或者有一寡人心动，好，内当互我明白拜什么就好。无人会甲你讲。但兄弟姊妹，你敢有感觉奇怪？如果咱若相信耶稣基督，可能你的困着，你的压迫是对厝内底的人来。家族就会甲你压迫。如果你现今的社会中间，你坚持基督教的信仰，有时这种困扰压迫是对社会来，甚至国家政府会发动来反对你。有时咱也感觉足奇怪，为什么会安尼？伫世间国家社会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制度。咱的科学嘛是真进步，咱的教育安尼大细安尼教学校真多，咱的物质的生活嘛非常提升，但是有一项是无改变的，犯罪不法的事一直增加，人的关系失去和睦，世界失去和平，大自然失去和谐平衡，所以你感觉讲，对过去到现在，其实无偌大的改变。整个生活、整个世界是充满着混乱、惊吓、压力的内面。如果你若是要解说，无论人偌有进步，科学偌有进步，若要偌有知识，或者教育，但是这事愈来愈大，愈来愈可怕，因为人的力量、知识、科学愈进步，所产生的破坏性、威胁性就愈大。
过去都抬来抬去就好，即马都是何有？你去了就几十万无去。圣经内面约翰一书第5章讲到，全世界拢伫迄个邪恶者的权势下面，这就是咱现今所面对的。一般的人拢是要靠着怎样人的努力，靠人的努力去改变真侪事，但是咱无法度赢过一个黑暗权势伫世界中间所运行的影响。全世界拢伫恶者的权势下面，对过去到伫现今拢是。咱可能会真关心沙俄甲乌克兰的战争。当然，你若去看的时阵，这是两个世界的趋势。全世界那亲像进入到一个专制的制度，然后就是民主的制度，这两大阵营伫遮咧对抗安尼。这是咱看会到的军事竞争，然后这个联合演习，这个飞机就安尼伫咱中间咧扰乱。这是咱所看会到的战争。但是，伫咱周围的中间，也是咱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环境中间，其实你家己本身可能嘛是面对一种一直持续无停的一个战争。这种战争呢，可能就发生伫你的人甲人中间，可能你的家庭，可能翁某的关系，可能亲子的关系，战争。姊妹，你讲国家甲国家的战争，其实甲人的本性同款。如果战争发生伫你人甲人的中间，只不过将这种战争一直延续，家庭、社区、社会，到一个国家，人罪恶本性就是会产生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教会内面嘛是充满一寡纷争啊，敢毋是？我过去知影有一个教会伫南部，真有袂细的教会，就不断咧分裂。若分裂了后，就一群人出去，内面咧继续纷争，佫一群人去安尼。即摆出去了，内面佫继续纷争，足厉害。无数地人待袂久，你会感觉奇怪。这个人你若甲伊接触时，拢足好的人呢每一个人拢伫教会内面安尼真简朴，每一个人拢安尼真温柔，但是一群人做伙就是纷争。你会感觉讲毋捌都想象安尼大家拢做好，但是一群人做伙就无好。翁仔某嘛是共款，两个人做伙拢做好，翁仔某带做伙就是有一寡纷争。所以咱就丢落伫这欢喜礼拜讲，有两赞安尼两赞嘛袂歹啦但是各位做伙来做礼拜，足好诶。一直咧做伙礼拜，但是两赞。什么时阵咱开始有一寡这纷争，咱毋知影。如果人甲人中间有这问题，你就知影咱的本性中间就一个软弱。教会除了内部这纷争，佮对抗内部这可能产生的异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信仰无好的一个观念的一个信仰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会破坏教会的一个存在。对外嘛是有对抗这个假先知敌基督，而且佫会承受对外部来可能社会国家这个攻击这个破坏压迫。因为姊妹，这个代志咱来看，要怎样去阻止这个物件呢？你要怎样去互这个代志莫有停止呢？所以咱可能会去教育讲咱着爱怎样用心理学的方式、其他方式互咱这种纷争较好咧。解决咱互咱家己人甲家己你的个性怎样，别人个性怎样对这中间呢，咱可会当减少这个纷争袂？姊妹，知识无法度解决这个事。以弗所书第6章这个所在讲到，所有的信徒其实拢伫属灵的征战内面。然后，咱毋是甲属伫血气的人的征战，毋是人甲人中间的征战。咱所征战的两群人，可能拢是真好的人，但是就是有征战。因为这个中间所存在，乃是一个看袂到的属灵的征战。
然后征战的主要对象就是掌握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所以彼得前书嘛是答这个信徒安尼讲一项。咱中间拄着真侪这个事，然后咱拄着真多苦难，咱有顶着真侪这个问题，然后彼得安尼讲，得要谨慎，得要警醒，因为恁会对着魔鬼亲像在吼的狮，四界行，在找通吞食的人。所以这就是咱拄着攻击、拄着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若是对人来，就是对人的背后，对这个制度、对这个国家的体制内面所形成这个压力困扰背后，那是因为魔鬼撒旦亲像要在吼的狮，要找咱来吞食。所以彼得就鼓励因讲，你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因为恁在全世界众兄弟姊妹拢在经历上款的苦难。这个讲到一个项，因为你是基督徒，伫全地其他所有的所在的教会的基督徒，拢经历同款的苦难，因为咱是属伫上帝的百姓，咱是一个伫两个国度中间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内面。我过去伫台北的时阵，有一遍教会内面嘛咧处理一个贵妇心的安尼这贵妇心有咧处理时阵，讲起来嘛有时真恐怖安尼吼。迄阵我会记得处理到11点12点，教会人就有知影即个代志安尼后来有一个姊妹就安尼讲：哎哟，这种代志哪发生伫教会啊？咱就莫去甲魔鬼对抗，莫去甲魔鬼攻。就无代志伊就袂插咱安尼。你甲伊对抗愈厉害，伊就对咱安尼愈厉害，攻击愈好。就免来攻，就那像就讲，就伊还伊，咱还咱安尼吼，安就好姊妹，敢会真正是安尼？就那像第六分期伫咱中间安尼真扰乱，有时咱内底人讲，就免来攻，伊要乱，就是因为咱就免来刺激，咱就捌去飞到天里，甲伊对抗安尼。伊来乱，咱若莫来刺激，就好就无代志姊妹，但是咱若刺激是伊来咱刺激吼安尼。姊妹，因为讲咱拢无莫抵挡，咱就平安无事。魔鬼撒旦真爱即种话，伊讲希望咱莫甲伊争战，莫甲伊争战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克服伫伊乌暗的权势下面，受伊的辖制，受伊的控制。这个结果，就是毁坏咱的人生，陷入伫罪恶中间。所以伫以弗所书第2章讲到一项，咱还未信主的时阵，迄阵咱伫魔鬼撒旦的控制下面，然后咱陷入去到罪恶的深渊。魔鬼撒旦无可能无在你插，因为你陷好伫下面，你就是陷入去到罪恶的深渊，然后咱远离上帝。咱无永远望望，咱照这个世界弯曲的风气潮流咧生活，随波逐流。然后咱阁甘愿顺服伫天地掌权的恶魔，任凭伊也逐咱控制、逐咱管辖。姊妹，你无可能，你过你的，伊过伊的，因为魔鬼撒旦。伊在掌管全世界，伊就是管理咱。然后你若无对抗，你就是陷服伫个管理下面辖制中间，然后你陷入深渊，然后你就沉沦落去。因为主要所基督魔鬼撒旦来，就是要来偷、要来抢、要来毁坏咱的人生，啊，不是安尼？不是，因为咱甲伊对抗，伊的目标就是安尼，对抗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人甲世界。只要咱是属伫上帝的儿女，魔鬼撒旦就要放咱煞。为什么安尼？主要所基督讲，世间人若怨恨恁，恁就知，
因怨恨你以前已经怨恨我。你若想伫即个世间，会看恁做家己的人，甲恁疼。不过，因为我已经对这个世间将恁拣选出来，你毋是属伫即个世间，因为安尼世间人怨恨你。兄弟姊妹，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是属基督；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世间人怨恨你。然后，这个世间人因为无属伫基督，伊是属伫黑暗的权势，所以伫黑暗的权势压制的中间、管辖的中间，因是属伫黑暗的国度，因来辖制，因来迫害属伫耶稣基督国度上帝儿女。你受到压迫，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主耶稣基督无属伫世界，主耶稣基督嘛是。受到世界来的这压迫，定死伫十字架。如果你若是属伫上帝的百姓，咱就进入到属灵的国度内面。有真侪这个信徒亲像阮伫台北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咱都好，莫发生这个代志，这真恐怖，安尼个贵妇心，贵妇心是毋是咱常常咧讲魔鬼的代志所以发生伫咱中间？拢毋是，这个关系。所以，伫咧关系内面，属灵的角度，咱亲像讲，我著亲像过去电影所演的，安尼真恐怖，大法师共款。有一个就是可怕类面容，这神父摕这十字架，伫遐整安尼。所有的代志拢真恐怖，所以这种代志最好毋莫发生咱伫中间。咱平平咱逐个花头喜面来到教会中间唱歌、学乐，声音嘛真好听，大家拢真和谐，真平和，无这个真歹的事。属灵的国度毋若是安尼而已，这种代志会发生。但属灵的国度其实，这上帝的征战，这是全方面的。伊发生伫咱生活每一个层面，可能发生伫咱的家庭中间，伫咱人际关系中间，伫咱教会中间，伫咱社区、咱的职场，甚至国家甲国家中间的征战，时时刻刻在发生。这是咱基督徒每一天拢必须要共同面对的一个征战，因为魔鬼撒旦真巧妙用伊的诡计，可能透过世界的体系、世界的潮流来掌握咱的思想，改变咱的思想。即摆囡仔人可能包含咱，拢是共款，一直手机不离身，用的时阵就拍开手机就看一寡消息，看着你所爱 YouTube， 有爱你所想买的所有资讯。有时阵你来看这个消息的时阵，一寡广告就出来，这个广告中间有可能逐种的消息，爱你去看，进入到你的整个生活内面，无孔不入，将世界的思想潮流、价值观念，一直伫遐安尼日日在咧侵害。所以，姊妹毋知你有安尼？就感觉讲这是理所当然，这是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但是你可无去分辨讲，世界所讲的话，互你这资讯，其实甲咱的信仰的原则是违背的。慢慢咱就想，这是理所当然。人即马都拢安尼咧，人即摆潮流都安尼，即摆的社会都即种观念，你伤落伍安尼。你会感觉讲咱的信仰伤落伍。过去咱细汉的时阵、少年时阵所接受到这资讯，迄种价值观念、迄种生活方式，有人来讲即摆人无安尼啦，即摆少年拢较厉害这是较落伍，落伍敢是毋对？你若无对着现在潮流，敢是都毋对。听姊妹，咱的思想、意念慢慢改变。违背圣经，无符合圣经，还是照世界的潮流来生活。嘛有可能魔鬼撒旦透过咱的私欲引诱咱来去犯罪。有人批评安尼讲，咱每一天的生活征战，就若亲像园丁，逐工伊必须要伫花园内面甲这杂草甲对抗安尼。你都无插伊就出来啊！因为你无插伊，伊就安尼无发生。这杂草嘛是你这杂草嘛是你野的种但是伊就是发生。所以你若是较笨蛋咧，
是讲较松懈的，这杂草就慢慢出来。愈久无插去，这杂草就在将你的整个花园给你淹没掉，安尼取代，水的花园就完全消失。这是咱现今所生活的世界。对抗，每一天拢是活伫迄个甲杂草争竞的一个生活内面。主要所基督啦，这个这个世间其实要处理两方面，但是咱较惜的一个方面，就是关系咱家己本身的罪问题。所以咱知影，主要所基督伊伫十字架顶，为着咱的牺牲劳血，伊就是透过十字架所来保护来处理咱的罪，用伊的保护压砍咱的罪。伊的义，主要所基督义，成做咱的得救的一个根源。靠着伊，咱会当得到救。这是咱非常熟的，主要所基督十字架流出的保护，真设立新约，咱得到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内面讲到，主要所基督来时，其实同款伫十字架顶，除了处理咱的罪，其实伫十字架顶要来处理魔鬼撒旦的事。所以约翰一书迄个所在讲到，上帝囝显现出来，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着要破坏魔鬼的作为。上帝囝显现的目的是要破坏魔鬼的作为，这是另外第二个方面，咱必须要知影。希伯来书第2章嘛讲到，主要所基督，伊本身嘛甲因同款，真做有血有肉的人，嘛是同款道成肉身，通过伊的死，要来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主要所基督嘛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内面，而且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到审判，表示主要所基督来已经透过十字架赢过魔鬼撒旦的权势。如果主要所基督来，伊的目的是安尼，透过征战破坏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那么是同款。这是伊做成。但是今日咱所读圣经内面嘛讲到一项，咱诚做上帝百姓的时阵，伊是呼召咱诚做上帝囝儿百姓，但是伊嘛是呼召咱诚做一个伊军队内面的一个战士。所以以弗所书头前就讲到，咱要怎样得到救恩。讲到主要所基督怎样透过十字架，然后咱得到救，然后诚做一个新的人，就是教会，然后。最后，以弗所书安尼讲，恁就要倚靠主，靠伊的大能大力，最坚强的人。然后佫讲，要从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挡魔鬼的规架，诚做一个精进的人。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这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管理者、掌权者在交战。那姊妹，咱现今是进入到属灵交战的一个状况内面，战场的中间。主要所基督已经完成甲魔鬼撒旦的征战，已经成了为咱成就这个救恩。今日咱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咱可能讲感谢上帝，我已经成做你的百姓，我得到救恩，安尼讲永远我的一个愿望，我会当对天得到永远我的福分。因为这么，这是咱所期待的，也是咱所领受的，咱所感恩的。但是伫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咱会当得到救，嘛是受呼召进入到征战战场中间。所以，救恩整个最后目标，乃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保罗讲，咱的元帅就是主耶稣基督。这种概念，咱是讲到，其实咱是一个军队内面，每一个咱是受到成做一个军人、刚强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元帅，表示讲，这个战争在咧进行中间。
咱加入到伊的军队，然后甲魔鬼征战。这毋若是咱个人的一个战场。然后感觉讲我都要成做一个坚强的人，安尼我会当赢过，安尼我关系到我的真好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敢若我本身咧战即场的战争，伊讲毋是，既然爱慕上帝的人，拢着安尼做一个刚强的人，这是讲到一个群体，拢进入到迄个战争内面。因为咱是上帝的代表，咱是伊的教会。所以，咱着相当伫上帝国度中间，成做一个刚强的人，也是为着教会整体性的进程，毋是干咱家己本身成败好歹安尼而已。因为这是关于上帝的荣耀。姊妹，有时咱会感觉讲，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迄个广告讲，上帝赏赐互咱有这种特权，成做伊的百姓，这是无毋对，成做伊的儿女，这是一个特权，但是。当你成做上帝的儿女的时阵，你领受这个特权，然后你嘛领受这种特权，就是属灵征战。也只有咱是上帝的百姓，这种尊贵的身份，咱才会当进入到这种的属灵的战争中间。其他人免战，其他就转投降就好，其他就转顺他迄个黑暗的权势就好。为什么咱有征战？那是因为咱是属伫上帝国度内底，上帝的百姓。伫到世界的最后，其实咱的罪、魔鬼的诡计所造成这个世界混乱，一直会存在。世界战争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寡国家、一寡领袖开始一个协调、一个谈判，看会当安尼较互战争要发生的时阵。结果呢？结果谈判就是两边讲两边话啊。咱可能有一寡妥协，咱可能有一寡较利益的交换，要安怎停止这种战争？结果战争愈来愈严重。咱可能有真侪教育，全世界像台湾，到处拢是学校，咱都当享受真好这生活，咱就追求这个事，起厝、买卖。咱追求这种潮流，咱希望会当改善咱的生活，但是咱的陷入更较大一个混乱甲压力的中间。这种的代志一直会持续落去，而且咱现今嘛是共款伫各种款的这种试炼甲征战中间，这种的代志，若个怎样努力，无法度达到伊的平安甲和平，因为这个世界。是伫魔鬼撒旦的权势下面。保罗伊怎样讲伊家己？咱非常熟的。保罗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我为着主耶稣基督来活，我为着上帝荣耀来战。我是伫征战的中间，这是保罗用征战来形容伊家己的人生。因为伊征战这个好的征战，所以伊也得到上帝为着伊所备办荣耀冠冕。姊妹，你有活伫迄个征战中间也无？是你是我著信主耶稣基督，我著毋免征战，我著照我家己过去的生活，照这代志，你也无感觉你是一个征战中间，然后你就听候会当得到福气，听候会当去上帝迄个所在。但是保罗毋是安尼，保罗那是讲到一项，我为主耶稣基督来活，我征战好的征战，真跑道路程，守应该守的道。伊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哥林汉牧师有安尼讲，伊讲所有参与伫教会事工的人，拢会当发觉，其实咱常常面对这种的超自然的溃烂、黑暗的权势，甲伊征战的这个事实。所有参与伫这个属灵事工的人，拢会当明白，有可能伫你的身躯边有一寡人，伊的生活是迄个魔鬼撒旦所掌管的。为什么伊会安尼？做这种代志，有这种思想，会做出迄种的代志。可能感觉用心理学来解释，可能为这个社会行为的方式来解释。就这个环境就造成伊安尼，就这个心理上就是安尼，就个性就安尼。姊妹，咱拢是用这种来合理化一个人伊的歹。但是这个所在讲到，咱必须要真明白，一寡人伊是伫迄黑暗权势的辖制中间。控制内面、扰乱的内面、
做出人一个人无应该做的事，因为人伫罪甲黑暗权势中间的合作内面，所以咱参悟伫这个活塞内面的人，格里汉牧师讲，咱必须要学习运用上帝予咱的大能力，帮助因对黑暗的权势中间讨伐出来，互伊归向咱的主耶稣基督。兄弟姊妹，咱是伫征战内面，但是对圣经内面，咱有一种的确信，这个确信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做人样式来到世上，伫十字架顶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表示咱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拍迄个得胜的一个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欧洲的战争有2个胜利的日，一个胜利的日呢，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这叫做 D-Day。但是这是一个胜利，这就是一个新的战术的开端啊！哪会是胜利呢？因为伫 D-Day 了后，这个有一个德国上界悬的指挥官，伊写批予希特勒，伊安尼讲：咱的军队已经无够有够业的这么大的规模的战力来反击盟军的攻势。如果因若伫诺曼底会当登陆，咱只有选择一项，这个战事的战场最后结果已经确定啊！咱无法度去对抗，咱无法度拍败伊啊！所以咱只有慢慢啊撤退，慢慢啊撤退，看会当守咱家己的国家袂安尼。意思是讲，咱若守会掉，要谈判就较好啦，安尼咯。但是你搁要赢倒转去无法度啊，安尼吼，因为D-Day已经发生啊。但是呢，对于 D-Day 到 V-Day 最后的胜利，还过一段时间，差不多1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其实佫造成真大的破坏，真大战争的失失。所以 D-Day 战事最后结果已经完成，但是到最后这个胜利的完成的时阵呢，还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咱主要所基督降临，伊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所在已经宣称魔鬼已经受到审判。主要所基督。这段话是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征战的一个开始，属灵的战争开始，对主耶稣开始。所以你若是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后来你看主耶稣基督，伊死伫十字架顶，这是福音书最后所决定，然后伊搁活得胜，赢过死神的权势。这是一个战术的开始，那亲像D-Day同款，诺曼底登陆。但是最后，你若是看启示录的时阵，伫个所在，伊记载一项上界尾后得胜的光景发生。因为启示录迄个所在记载，荣耀的日要来临，世上的国成做主耶稣基督，咱的主甲主耶稣基督的国，伊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最后整个得胜的状况，咱的主耶稣基督完全掌权。今日咱是伫迄个 D-Day 甲 V-Day 中间。今日咱是生活伫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得胜，一直到永远国度来临中间的一个日子。所以，这就是使徒当咧写这个批来鼓励兄弟姊妹时，讲到今日你伫患难中间，今日咱永远伫这个征战的中间，今日咱同款会受到真大这迫害。一种破坏，一种苦难，但是主要做基督，伊已经得胜。所以咱现今搁参与伫规个军队中间继续的征战，较歹征战，但是咱有好的胆量，因为我靠主耶稣基督，伊的大能力，咱会当最刚强的人。咱会当穿主耶稣上帝予咱属灵的军装、转头的军装，安尼咱会当甲魔鬼撒旦征战，赢最后的一个胜利，甲主耶稣基督同款。
弟兄姊妹，咱伫属灵的征战中间，有所书鼓励咱，就是真做一个刚强的人。只有刚强，你当穿全套武装；只有刚强的人，咱会当明白咱现在伫属灵的征战内面，然后勇敢进入到迄个征战中间。这是有所书这个所在鼓励咱每一个人的。第一，你一个心志，我虽然软弱，靠主耶稣基督大能力，我要刚强。第二，咱准备咱家己本身知影，咱是伫属灵的战场中间，备把咱的心要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内面。还佫有两遍，特别讲起穿属灵的军装，要怎样靠着属灵的军装，咱赢得咱的征战。咱三甲来祈祷。所透过阮属灵目睭，透过你的圣经所教示阮的，自阮的当明白现今阮所徛在的立场，阮所担任的一个职分，以及阮要进入属灵征战的状况。所以恳求上帝，互阮伫这个世代中间，会当明白这个社会世界背后属灵的意义，做互阮会当警醒，做互阮会当备办家己，靠你大能力，刚强壮大。主啊，安尼阮会当伫这个末后的世代中间，为主你来活，加入你的军队。征战好的征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撒开来经回应的诗，信诗174首。我信无真理的神，请大家起立来经转首。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灵的同工。
起立，经奉献的诗。感谢上帝，愿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我要献上阮的温顺才能来服侍你，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搁要尊荣你的名。愿你教咱，奉基督耶稣的名，阿免。请坐。即是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后礼拜主日6月19号，邀请张建新牧师伫2堂礼拜中讲道，要来介绍戏剧圣经伫个人读经甲小组的活动的使用。伊是救世传播协会的牧师，进前是永和长老教会长老。戏剧圣经是救世传播协会甲 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 共同制作，邀请基督徒艺人、配音的演员担任的圣经的人物，为旧约到新约，为头读到尾，加上精心制作的音乐甲声音的效果，将圣经变做一部听的电影，然后制作免费的 APP。会当用手机登录来听，邀请兄弟后礼拜做伙来了解。第二点，张志辉定伫后礼拜主日6月19号台语礼拜后召开，请张志出席。第三点，近期的新礼典有定伫7月3号2堂礼拜中举行，请兄弟务必先参加。第四点，新冠肺炎 Omicron 伫台湾拓开。本会甲教界兄弟不时有确诊的消息，感谢上帝眷顾，渐渐恢复健康，求上帝保守咱的平安。公教会防疫的措施有：第一点，2堂礼拜维持实体甲网络礼拜，请众兄弟看家己的健康状况，真少参加。第二点，各事工团队请家己决定聚会的方式，而且教会办公室报备。第三点，服侍的同工若是有健康的顾虑、快胎的阳性，若是需要徛家隔离的，请代先通知教会办公室也是同工，方便安排调整服侍者。第四点，教会兄弟也是团契小组内，若是有人确诊，需要协助，请联络教会办公室，也是关怀团队。教界消息，请参详周报。无事敢有爱补充？咱也请弟兄是咱的执事吼伫初十的时阵安息主怀吼。这段时间咱兄弟姊妹拢对有真大一个关心伫群组中间常常安尼关心伊的状况，替伊来带导，去厝内底来探访伊吼。嘛是关心伊，嘛关心刘妈妈啦吼。也请初十安息最后一件事嘛，有咱的执事甲咱的长老去到遐为着伊来祈祷
所以是伫咱兄弟姊妹即个陪伴中间、关怀中间来安息。那因厝内底的人嘛是对伊真大的照顾，特别像顺丰吼，那顺丰伫即段期间，差不多几个月时间，逐工拢倒去厝陪伴伊妈妈伫遐照顾爷亲这真使人感动，表现伫因的亲族的一个疼，表现伫咱兄弟姊妹对伊一个关心，伊是属伫咱的兄弟。那所以伫即个所在安排伫6月18。伫咱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即个15到15是火化甲日念，不过这疫情的关系，咱无鼓励兄弟姊妹去安尼吼，因为伊本身的亲族嘛真侪人吼，那所以亲族伫遐都已经介侪人咱兄弟姊妹就是备办即个来参加拜6月18吼，所以教会已经讨论要办理伊的这后事的事，所以咱特别为着因着妈妈继续来祈祷吼，这样。后礼拜日咱有中集会，这是提早来举行。那早有开即个小会，讨论讲在这疫情的期间吼，咱要怎样做一个关怀。兄弟姊妹这个时间较少来吼，可能伫厝。但是厝的时阵，咱要看到伊过去可能就是咱的同工关怀组还是牧师，就安尼常常敲电话但是咱的会友若住的时阵，嘛无法度讲马上会当安尼真密切安尼关心着就一礼拜敲一个10几个安尼甲因安尼联络。这段疫情的期间咱教会有兄弟姊妹有确诊可能是几位厝内底人可能有的是全家拢着这拢有一个回报是讲知影这个情形大部分差不多拢已经恢复啦不过即马现在还有一寡是咧居家隔离内面安尼所以这是咱目前拄着一个情形所以有一寡兄弟姊妹年长的，也是特别这个行业所以呢，因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可能参加视讯但是咱的关怀嘛是要继续，所以昨有小会有开会但是咱要建立一个关怀系统，那这是较迫切的一个代志啦所以咱迄个后礼拜日咱要举行这个中集会特别来讨论这个代志，嘛要怎样安尼做一个关怀的一个系统那所以希望咱中集尽量参加这个中间我来邀请咱的团契小组的会长来参加因为这个必须要透过这个团契小组来一个进行所以希望咱伫这疫情中间有咱持续加强咱对兄弟姊妹一个关心，互咱教会虽然安尼实体无法度安尼看会到，但是咱嘛有这种网络网络爱网安尼将这个关怀网来建立起来互咱兄弟姊妹伫这情形中间嘛会当继续或者做酒祈祷受关怀安尼所以后礼拜咱要举行这个中集会，一般的兄弟姊妹来参加。来紧祝福提献的是信息388首，永光归信俾上帝，彼此相请，无事来祝祷，请起立来紧。一切所想的到，要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甲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阿门。